因为伫马来西亚有真侪穆斯林，嘛为着表达反对以色列去攻击加沙地区发起抗议，马来西亚即马连美国嘛抵制在内，美国连锁的一寡品牌，亲像肯德基、甲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00间分店收起来，无就是暂停营业。另外，伫中国黄金周已经开始，中国旅客无亲像较早，拢走去香港。点头就讲，因的生意无好，真侪店嘛拢已经收起来啊。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肯德基门市就南山的顾客，马来西亚有60%的国民拢是穆斯林。自从以哈冲突爆发以来，所有被认为亲以色列或者是甲以色列有资金往来美国连锁品牌，亲像肯德基，拢互穆斯林民众强烈抵制。自经过几个月期末了后，马来西亚的肯德基有高达100多间门市，毋是倒去，就是暂停营业。其中，吉兰丹地区是重灾区，有将近80%的肯德基，差不多21间分店被迫关门，柔佛也有15间店关门。有马来西亚肯德基经营权的公司 QSR Brands 集团伫马来西亚总共有18000个员工，其中有高达85%是穆斯林。当地媒体报道讲，安尼拒买行动已经让当地民众失业。马来西亚民进党书记主席何东强就指出，若政府无设法挽回或者是结束，会惊遭外资拖累国内经济，加入两败俱伤的局面。新加坡海峡时报是报道 ，QSR 集团是借这机会重整各分店来维持盈利。马来西亚支持巴勒斯坦组织也出面澄清，肯德基毋是因针对的品牌。另外，中国防疫假期伫5月7日开始，香港入境事务处估算，这5天假期会有590万旅客出入境香港。不过，当地点头煞摇头甲面，因为伫新冠疫情滚价3年了后，厝税欠权已经无亲像过去中国观光客客满街路景象。伫旺角经营日本礼品店12年的头家都挡袂落去，无奈甲想要哭。伊讲，若无关店，根本无钱付厝税。因為好多香港人咧，可能係去咗日本玩啊，翻咗大陸啊咁樣，或者係覺得係一個係其次嘅問題咯。重點都係我哋做嗰班客人咧，好多人都係即係移咗民。真濟點頭講，香港嘅購物區攏無人去，世界人嫌過少，街仔攏是店面要賣出去嘅廣告。香港喺去年重新開放中國旅客員工，不過根據香港旅遊局統計，2023年中國旅客去香港旅遊人數比2019年疫情爆發之前下降13.6%，就連中國旅客消費率也下降36.4%。2019年中國旅客平均每天嘅消費也是2000港票，2023年只有1004港票，因講是每人每天只有3300台票。公司新聞先錄背報道。